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去年11月，这超商店员可坑人客挂水案，想袂到人客却登去举刀来甲店员抬死，法院已经甲凶手判死刑。伫台中有一个老师因为过动种囡仔作业万交，就甲伊拖开弄几啊学校要承认，并不基金会是要求讲爱甲老师洗头路。拜六的时阵，有一阵冷空气到位，北部可能达到4度，农民渔民也等咧准备防护措施，要降低损失。讲到这几天，这天气是变甲真寒，亲像细山昨要落雪，这积雪大概是4-5公分高。气象局表示讲，这拜六礼拜时阵呢，会有入冬了后上介强的冷空气团来到位，温度上低可能出现伫咧17、18深更，台北可能会出现4度到6度低温。即马这农民渔民也拢伫咧提早做准备，希望减少损失。高山协作员行伫个雪山主峰，因看到未少所在已经拢是白雪。就是透早雪山主峰出现落雪，也是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落雪。在早上6点半，所以判断下雪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有下雪。目前积雪大概就是4到5公分。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入冬以来上强的冷气团会伫这周末报道，中部地区较空旷所在，也可能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13早起，已经未少人未用进行防寒准备，包含种芳瓜的人，有防风网来挡风，避免种个月芳瓜仔仔受寒害。因为瓜仔是温在作物嘛，你。要克服迄个气候的困难，就是要做迄个防寒的措施啊。一种是看迄个塑胶布，一种是看不织布安尼啦。惊伊的寒害，惊伊寒害啊。受影响的也阁有水稻啊，也准备好塑胶防布或者是放水，因为气温比10度较低时阵，稻仔仔甲冷风隔绝，另外训练沿海勇士渔民严加待遇，顺时水车甚至正常运转，必要时阵会抽清水剂提悬水分，避免鱼仔受寒害。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金门小三通已经停3年了。还因为这防疫放年，加上特别过年，大家拢真关心讲，这小三通当时会当恢复咧。指挥官王必胜再去到金门小三通码头视察防疫的状况。外界也在要讲，这敢是特别来开放啊？不过王必胜强调，是为着防疫进行评估，也是要开放者是交予中央来做决定的。详细听港务人员解说，小三通入境 SOP 流程，万一有入境旅客出现发烧等症状，后一步要如何分流送医，甲后送交通转接等作业。发烧的话，就是请救护车送到医院。这是金门水头码头，也是两华小三通主要负责客运的码头。也毋过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小三通自2020年2月中断以后，到今还未复航。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13拜二特别去金门视察。实际上，王必胜透早就先到卫福部的金门病院，也是岛上唯一的病院，了解当地医疗量能，敢是会当应付紧急医疗需求。特别针对像这个重症那加护病房的床数那它的人员够不够，甚至它的这个后送机制现在是不是顺畅这些都有做讨论。两华基地遐两间过去是真侪台商陆生往来两华的重要交通管道，今嘛小三通停驶，两华飞机航班佫限缩，未少台商反映，弄着真侪想要返台过年，两华机票贵佫歹买，对于厦门直飞高雄来讲，单程大约都要21000，那有小三通厦门到金门船票加上国内班机，费用只要3000多。之后是不是说因应我们现在中国的疫情比较升高，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还要再看中国这边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金门县府表示，针对复航，金门伫防疫甲交通上拢准备好啊。我们都是比照所有的进出境的口岸来做的，那同时再加上地区因为整体医疗或者是配套的需求再由地区的政府部门来投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金门县政府这一边在现场的准备已经都非常的完整了。另外，金门县长东山镇陈福海甲立委陈克丁12日到中国厦门沟通小三通复航时期，总统府强调，小三通永远需要依据上新疫情发展甲整体评估情势，目前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即马因为疫情是搁再起来，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即马向开放小三通，可能会互中国来
中国人来到台湾抢药啊，引起正人伫咧议论。所以真将今日是国再表示，进前禁止喙暗共款互民众嘛。不过政府本地就要守护人民的健康。卫福部长史瑞月也讲，这中国的医疗需求一定会增加，无一定爱等到这小三通，才有可能即马就人甲药啊寄到中国去啊。疫情了后，国境陆续解封，不过两花小三通线还未通行。行政长苏贞昌12讲，中国疫情严重，虽然重开小三通，恐惊互对外民众来台湾抢药啊，低俗防疫老旁引起议论。2020年疫情刚起，台湾口罩缺乏的时候，我们禁止口罩出口，也被同样的那几张嘴骂说没人道。但幸好我们这样做的正确，才让台湾人有口罩可以用，台湾人的健康，政府有责任要守护。不一定等回来才会增加药物的需求，而是现在都有可能就开始这个收刮药物，然后寄过去了，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密切在注意当中。小三通一直无开，国家中国暂停台湾农水产品进口，都连金高粱也封禁。国民党金门县立委陈玉珍坐飞机前往中国厦门磋商沟通。陈玉珍13表示，金州输往大陆的问题，中国方面涉台官员认为是物件问题，只要物件保件齐全，无挑战的理由，商谈气氛良好，达到意料中的结果。希望小三通加金州输往大陆的问题会当顺利解决。卫部的王必胜市长也在金门也在检验这个防疫的量能。一旦开放后，所有大家应该准备的包括到时候所谓的核酸检测或各方面这个细节。事实上，我想两边都，厦门也好，金门也好，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事实上就等着这个东风一起了朱院长既然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最高行政这个首长他就不应该只是民进党的一个行政院长，所以过多意识形态的操作，其实无助于两岸的交流的一个恢复。针对两岸议题，邱成远也呼吁民进党政府莫阁操作抗中保台，两岸也是爱正常沟通，政治会当对立，不过伫经济文化交流也是爱正常贸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禁止台湾的四手啊、饮料，还有海产等等的物件入去中国。即马伫台湾呢，就一间卖往来所的店家，伊决定无要补件，讲要经营台湾的市场就好。卫福部长史瑞元早起表示，中国市场虽然大，不过是一个有高风险的市场。目前食药署也是有甲即寡想要甲物件卖去中国业者协助因注册。中国最近以注册资讯无完整为理由，先线暂停国内2400件水产品、加工类食品、加饮料进口。即马刷传出输往中国的产品，家己注册通过比例比食药署推荐注册更悬。对这代志，卫福部长史瑞元表示，倒一寡项目是推荐的，倒一寡是家己注册，这拢是中国单方面的规定。自行注册的部分其实是这样子，它也是通过食药署这边送过去了，但是食药署是只有传送不做审查。推荐的部分的话，那就必须要帮忙 check 它的内容。根据食药署到12早起8点的统计，伫中国海关总署网页显示，台湾食品输往中国核准的有效会当出口的业者，为12月初792件，增加为855件。不过，原来有袂少厂商无意愿补件。根据了解，必须缴交的资料为贩卖商品一定销售低，主要客群。不过，即马互人要求补交员工人数、厂房机器等跨关，也甲产品的配方甲比例，等于是牵涉到商业机密。6月份接到食药署的通知，要求我们说看所以没有需要补件这样子。我们家本来就没有进出到任何的国家，所以就没有这个计划。所以上除了嘉德，宜美总经理高志明也表示，因为漂息困扰，宜美已经有几多年的时间无外销产品去中国。针对中国为去年开始陆续禁台湾的往来食品任务，柑仔类水果了后，今年又搁用注册申请等对台湾企业无公平待遇的行政措施。农委会表示，动植物防检物的争议已经伫 WTO 的SPS 委员会提出世界特定贸易关切，不过对方拢无实质的回应，要求对方依照国际规范提出鉴定报告加风险评估报告，而且搁再互咱4类青果输入销售。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去年11月发生伫桃园，有一名姓蒋的查甫人，伊不满这超商店员甲伊苦劝讲爱挂喙罨，伊就登去拿刀仔来甲这店员毒死。专案经过桃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今仔依照杀人杀人罪，甲伊判死刑，而且褫夺公权终身。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咧去年疫情当咧入边警戒时阵，这姓蒋的查甫人去到超商买物件，却无挂喙罨，店员甲伊苦劝，而且无要甲伊物件算钱。这个查甫人竟然登去换衫，佮拿刀仔来甲抬到这店员规身躯伤，落被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姓蒋的查甫人确实有杀人的动机，依法改判死刑。若讲咱有辛苦病痛，这身体有问题，一定爱去互医生看，唔通相信这网络的广告。伫高雄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伫咧网络顶头宣传讲，用手甲你抓灵就会当杀死这新冠病毒，就去互法院认定讲这是咧乱传假消息，甲伊罚2万块。另外，还有一个网青叫做李柯太太，甲家己去找心理咨询的过程，伫网络顶头开课程分享，也引起外界议论。用手机卡接片讲治疗效果，高雄陈先生自2020年并且讲用伊的指压电击法已开始新冠病毒，1个月就已经治好。不过专业医师表示，电击不是新冠肺炎上贵的治疗手段。电击本身并不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式，是用来治疗一些致命性的或者是一些不稳定的心律不整。高雄电医认为，这种治疗并无科学证据，涉嫌散布疫情不实的信息，对陈先生判处2万块的罚金。陈先生不服，罚款翁。吸电的话要电击棒呢，要贴片呢。我们就是少林寺的东西，用手指头呢。阅览上开贴文之人，误以能治疗新冠肺炎，并尝试以8安培及8000毫安培电击，不仅有延误就医，亦有可能造成身体健康之重大损伤。法院认为，无医疗专业证照甲科学证据，这文章甲治疗就是违法。网络上因为推销医疗发生的证据不少，网红李柯太太最近也推出心理咨询笔记线上课程，引起外界讨论，是不是无照咨询？考取有及格的心理师证书，他才可以提供心理咨商行为。今天李柯太太如果有执行心理咨商，他是会违反心理师法，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我的强项算是整理吧，对，然后把事情就是再讲简单一点。李柯太太澄清，课程只是伊的咨询心得分享。卫生局表示，开课了后，若民众检举，会依照实际内容调查是不是违法，也呼吁民众若心理支持需求，爱向有证照的心理师求助，才能得到正确专业的引导甲陪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个爸爸，伊伫病册顶头指控讲，因兜一位读国小4年仔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囡仔，昨因为这作业慢交，所以去互老师抓起来弄鬼啊，拍甲规身躯伤。学校今仔日出面来证实讲，确实有一款的代志。台中市政府目前正在调查，人本基金会也要求讲，爱随甲这位老师停止聘用。相片内底囡仔卡接片出现明显的乌青，病院诊断证明书内底个注记阿妈菌，胸坎有刺伤。台中一个爸爸伫面册社团指控，家己有一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囡仔，读国小4年，12下晡好亲像因为画图作业迟交，互班导师掠3领弄鬼啊，各用手刀压制，全身出现真侪伤势。学校13也出面证实，他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完成他的画画的作业，已经跟他讲好几次，从中午跟他讲，然后一样他就是延迟没有交，他有抓他的手，然后可能就是压制他碰到桌子，然后造成他背部后面的挫伤。学校强调，这学生捌经过鉴定，有特教生身份。这老师有10多年的教师资历，双方确实有具体弄丢。原本教育基金会认为，台中市教育局应该马上停聘施暴老师，而且扩大调查是不是有其他的学生受害。我要求就是立即停聘，接受调查。他不能再把这个有暴力行为的老师留在教室里面。他留在教室里面的结果，学生敢说实话吗？不敢，因为他是导师。教育局已经责成学校确实依照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立即启动调查，查明真相，
如果确实有不当管教或违法处罚学生的行为，依照教师法等规定议处严办，绝不宽待。教育局说明，学校13完成校案通报，目前已经启动调查。若确实有不当管教，或者是违法处罚学生的行为，依教师法规定基础，相当应取消教师资格。这爸爸记者表示，想要先甲学校沟通，感谢外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嘉义市长的选举，会拿到12月18，即马哪力阵营拢找大头的来助选，亲像嘉义市长黄炳辉就找婚林县长张立先，也有前立委瓜子温等人来徛台，强调女性执政是品质的保证。啊，那民进党的李俊毅是请前副总统陈建仁，也有议员冷朝向来助选。李俊毅也提出这社福政见，要互嘉义市的敬老爱心卡增加功能。婚林县长张立先前立委瓜子芬13岁起到嘉义市为市长候选人黄伟辉徛台，伊争取连任8日开始连续3天车队扫街拜票，不过伊也烦恼投票迄一天因为温度降低，互投票率变更较低。1次变2次的选举，本来投票率就会降低，因为影响大家原本预定的行程。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忧虑。为何黄敏惠连任成功，国民党动兵压阵，也有花莲县长施正辉、立委陈明忠、王中军等人陪伊扫街。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毅是找前副总统陈建仁斗相共徛台。正业！陈建仁讲，李俊毅捌在考庆县总统府服务是优秀人才，推出的社福政策对在地乡亲帮助也真大。来当选因互嘉义市更较进步，李俊毅也阁提出新政策，要互嘉义市的敬老爱心卡功能更较多。计程车也可以使用，这个在台北市、台中市都已经开始在做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45000多人，我们大可以好好照顾这些老年人。伊强调，过去爱心卡可能坐家己3公车、家己客运，当选了后要互爱心卡也坐火车、计程车，照顾更较多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拜四通过行政院版本的选罢法排污条款，4大类型犯罪袂当登记做候选人。不过，即马国民党去互指出讲，这新德市南投县竞选连任市长人选，捌因为暴力案件，红列做是持平对象，也是要坚持提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爱民进党唔通抹黑，那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也去互指控乌金介入台南市正副市长的选举。民进党推议选罢法排污，国民党强调标准更加严格。不过，这个时阵国民党推举竞选连任的新北市议会议长柯秀蕾、南投县议会正副议长何尚芳判议员，拢互北平媒体指出，因为暴力案件，互提报持平对象。柯秀蕾捌是苏海帮党主，更加互指控涉及违法刷奖场。对此，柯秀蕾无回应。那在这样的情况，国民党还是选择了跟具有黑道背景的候选人合作，那这就代表说他并不是像朱主席所说的那么的清白。民进党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乌贼战来抹黑国民党，民进党自己去看一看，他有没有跟国民党一样严格的排黑条款。朱立伦阁表示，民进党唔通抹黑，不过即马那国民党几下的县市党部主委香港有误导背景，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涉入下架清洁案，更加互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何港党政国会立委陈定辉指控倪乌金涉入台南正副议长选举，那也爱热情的表态，敢要挺郭在钦支持的区内的选议长。你要做党主席啊？未来种可能候选人后，你敢要处理啊？你现在口讲要杜乌金，伊是通缉，不是公职的。民进党的正副议长就是黑金，没有证据的情形下，干嘛你也要跟他扯在一起？行政议会15也要通过正义版选罢法排污条款，4大类型包括国安犯罪、乌金抢夺的重大罪犯、毁损甲同罪同刑，袂当登记参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希望为各政党议长、副议长提名开始排污，也呼吁一寡人唔通讲一套做一套。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伊朗政府今仔日公开处决一个查甫人，该按一个罪名，讲是伊杀死2个安全部队的成员。这是伊朗一礼拜内第2届处决和反政府示威有牵连的人。伊朗政府是搁再强调讲，民众有抗议批评的权利，不过讲的甲做的却是无共款，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德国的外交部长就批评伊朗讲，伊的做法是伫咧开假架构。那美国也讲，全世界拢伫咧静静看，后边也暗算要搁再提出措施来制裁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上街画高号，爱独裁者去死，因为最近伊朗当局2摆公开处决杀害安全部队的民众。今名23岁查甫人拉纳瓦德，地方逮捕只有23天了后，12就公开执行假刑，罪名是杀害2名安全部队成员。伊朗的先伫七月处决一名23岁查甫人谢卡里，因为伊举刀伤害一名安全部队成员，家伫德黑兰动怒。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伊朗当局想要对至少21个人判死刑，是假审判，真强悍。这场斗争活动示威拖到伊朗全国31省161个城市，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杀倒王室建政以来所拄到的上大挑战。不过伊朗当局辩解，伊朗稳准批评甲抗议。انتقاد و اعتراض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زاده و همه شهروندان می توانند مبتنی بر قوانین و مقررات داخلی دیدگاه‌های خودشون رو، انتقاداتشون رو و حتی اعتراضاتشون رو به گوش مسئولی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سونند. 国际间出现谴责的声音，德国外长批评伊朗公开执行假刑是为了向抗议者抬假架构。美国国务院也警告伊朗，唔拿美国关注这件代志，全世界拢来看。We denounce this draconian treatment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se harsh sentences, and now the first public execution at least, are meant to intimidate Iran's people. They are meant to suppress dissent. I express the concer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ondemnation and the sanc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en today, both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and for the Iranian support to Ukraine. 普雷尔表示，欧盟将批准对德黑兰实施一项非常严厉制裁方案。欧盟顶礼拜已经将涉及镇压的20个人甲一个组织列入资产冻结、参签证禁令的黑名单。新措施也要锁定供应莫斯科无人机的制造商甲个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讲这战乱造成全世界超过3600万的囡仔伫咧受苦，这囡仔死去的案件也常常听到。伫奈及利亚就传出讲，这军人开枪来弹死囡仔。另外伫也门也有真侪囡仔营养不良，或者是破病无好好甲因照顾，落尾就来死亡情形。At times when we come into a place and we find children and adults, we kill them all, shoot them all. 无看镜头看涂骹，军人亲嘴讲战争的屠杀过程。奈及利亚北部一直战争，最近有4个军人甲百姓讲，军队果然下令消灭儿童的命令。几年前一场发生伫北部库卡瓦城镇的屠杀事件，甚至连红婴仔甲囡仔爸母嘛无放因线。It's not just our commanders. Most people say the same, and they heard it from the mouths of our soldiers, saying that if we let them grow up, if they're born and they grow up, it will be with that ideology.Boko Haram's ideology. 奈及利亚南方基督教势力甲北方伊斯兰宗教地区长期有冲突，囡仔毋若变做军方屠杀甲枪杀的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阁控诉北方的博科圣地激进组织，甲囡仔当作战争武器。You see an 8-year-old boy holding a bomb, or other times those kids loading ammunition. 伫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有11000个囡仔死亡，也是身体障碍。自从8年前军事冲突升级了后，全国有200多万的囡仔严重营养不良，差不多1/4是5岁以下。
His leg was amputated at the knee, and now he has a prosthetic here. No child should ever go through something like that. 聯合國指出，近前15年軍事衝突已經造成全球超過26萬件侵犯兒童權利的行為，呼籲無應該擱予囡仔變做戰爭的犧牲品。公司新聞neu言編譯。講到澳洲因的槍擊管制是真嚴格，就算是安尼生，也閣是有一個警察互人刣死的案件。這個澳洲警方12日起到昆士蘭省一個正熱貼的農莊調查人口失蹤案，卻去互歹人開槍，2個警察和一個居民當場死亡，3名嫌犯落尾也去互警方彈死，這犯罪動機目前得咧調查。針對10日發生在澳洲昆士蘭省2名員警遭槍殺慘案，澳洲總理阿巴尼斯13表示，這是所有澳洲人攏感覺悲痛一天。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of all those affected by this tragedy. With honour, they served, and Australia mourns with you today. We stand with you always. 這槍擊案發生在澳洲昆士蘭省離首府布里斯本西北邊270公里的威姆比拉，當地一個偏遠的農村房舍。當地時間10日下晡4點45分，4名員警接到報案去調查一個人口失蹤的案件。是為到這多9位就予厝內底歹徒開槍，26歲查甫員警安諾德甲29歲女性員警瑞秋當場予人彈死，2人分別佇2020甲2021年底到一警察先界作不刑正做領回歹徒的槍下亡魂。昆士蘭省的政府機關13宣布降半旗，替2位員警致哀。I don't think there's a single Queenslander today whose heart isn't broken. It is so sad. It is so devastating. And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s 2 police officer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They were executed. They're both under 30. Their lives have been cut short. 第一批去調查的4名員警，除了2人被射殺以外，另外1人受到小可輕傷。第4位員警幸運逃過一劫，請求警方支援。這名員警也在教禁幾禮拜。第一波交會當中，附近一個58歲居民也不幸被射殺。昆士蘭警方了後正派警力為空中甲地面包圍這農舍，最後在暗時10點30分左右結束攻擊。厝內2個男性加一個女性歹徒全部被彈死。另外開槍殺警的動機也該調查。澳洲1996年發生35人死亡的大規模槍擊案了後，就嚴格槍擊管制法律，至今敢若發生過3件重大槍擊案。公司新聞警員強辯。來看這條新聞，台灣同款有人受害。這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頂個月11向強宣告破產，創辦人弗瑞德拜一伫咧巴哈馬吉行掠到。美國紐約檢方證實講，已經對起訴，這罪名包括詐欺含洗錢，未來也該帶登去美國進行審判。全球第2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29歲創辦人班克曼·弗瑞德，原本互人叫做壁權銀童，最近煞正做過家了市，10日傳出伊已經佇巴哈馬被掠。美國紐約檢方已經證實這消息。FTX 佇頂個月12日無預警宣告破產，震驚全球。路透社引用2個知名人士的話表示。FTX 出問題進程，弗瑞德不必備將 FTX 100億美金的客戶資金轉到伊個人自行的交易公司阿拉米達，至少10億美金的客戶資金消失。不過這個月初，伊接受媒體訪問的時陣，只承認風險管理失敗，無承認相關的指控。I don't know of FTX deposits being used to pay off Alameda creditors. I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is any improper use of customer funds. FTX 宣告破產，互投資人的錢去了，構成有超過100萬的用戶的加密錢包被鎖，資金無法度提回來，受害者遍佈全球，包含真濟有名人。紐約檢方11月中開始介入調查，用詐欺甲洗錢這罪名將弗瑞德起訴。美方要求巴哈馬將弗瑞德逮捕了後，將伊引渡回國受審。這重創加密貨幣款不止比特幣計數大了63%，國加密貨幣池達也損失1.63兆美金。學者認為這代誌親像幣款的雷曼風暴，投資人應該重新思考加密幣的本質。Crypto as an industry is approaching a decision point.
where it needs to start to figure out what its applications are beyond being a purely speculative casino asset. 专家呼吁加币货币规范甲监管要彻底检讨。公司新闻将回并评价。做脚踏车的大间公司巨大，伊且配合其他的供应链厂商，讲因的库存伤过济，希望大家爱体谅。对于12月开始到明年的汇款，所开的票拢会搁再延长45天，引起市场关注，甚至影响到因的股价。巨大伫下晡搁再发出声明表示，按算明年顶半年就当恢复正常，而且公司业务甲财务袂受到影响。为着身心健康，未少民众拢改骑脚踏车。不过，即马煞传出脚踏车头人巨大发配合协力供应链，因为库存伤济，希望共同体谅。为12月开始到明年的汇款，以现行票据制度展延45天，引起市场的关心。经济部讲，脚踏车业者主要是受到中国风控汇率欠悬，也甲经济变差影响的。整体而言呢，中高阶的车款呢，在需求上面还是有它需求的力道，但是整体的大环境，因为美国的升息这个议题，还有通膨的现象，甚至连俄乌战争的影响，所以对中低阶产品的市场消费，它是有紧缩的情形。巨大紧急发声明背会，过去2年因为疫情，致使脚踏车市场大幅度成长的状况已经渐渐正常。国家目前主要的市场已经进入冬天，销售有较软，一般车款库存较济，供应链真乱的情形也未解决。面对大环境变歹，感谢每一个协力友伴，包括日本大厂的配合，积极调整订单甲汇款，一定明年顶半年就会当慢慢回来到正常库存水准。其实不是只有巨大哈，就是说整个的自行车产业上下游供应链，好，在过去疫情这2年呢，需求急剧的增加，好，那导致这个供给端呢也把这个供给的产能拉抬上来。那突然呢，这个需求呢急剧的减少，那供给端反应不及，所以造成的这种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巨大嘛，因为公告延交应付缴款45天，13开盘了后，较无5分钟就随落停，大力到每股202块，盘中落停拍开，有买盘大量进场，股价优回，落价幅度有较黏，中场落18块，以每一股206块收盘，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高，专日交易量破6000张，改写2020年中以来最大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咧落任进前最后一届主持2025湘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委员会议。不过媒体一直咧问郭文哲2024年安排，敢会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合作？两个人今仔日拢无正面回应。最后一摆主持2025湘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委员会议，郭文哲特别卸任，看起来较轻松。侯友宜佫开始推动郭文哲汪汪汪的精神，会甲新任市长朱万安办好世壮会。今天也是柯市长应该是在台北市最后一次参与世界壮年运动会，不管未来他在哪里，我都心存感激。2025应该是蒋万安市长，我们仍然会把这个活动办好。特别卸任的郭文哲会升当台大病院，也毋过有外界关心后一步的2024布局，加上侯友宜已经是拿野上强家母，两个人共台会红6联盟2024感受可能是侯瓜配，也是变做竞争对手，也是合作在野大联盟的可能性。这种题目能不能拒绝回答？他刚那个现在2022年，他刚那种2024很动一点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态度了，我不知道在想法，我是很烦你知道吗？你至少让我回台大医院先休息1个月，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做。媒体一直追问2024，两个人拢有淡薄眼药，尤其是新北官员被少峰照将甲北投机变作拿野人才库，侯友宜国家方解脱，徛稳北台湾都会当放眼全国。国家人才，国家用嘛，人才就是这些人在用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能够站在那工作岗位上，在哪个县市服务都是一样。2025世壮运定定进前2024先变做各界关心的焦点。那刘备无缺席，谨慎备战，一步一步行。好，还是一句话哈。有啊，最担心。结果你若遐甲我讲话，了解我哈。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访问中国，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谈，继续讨论拜登和习近平会谈的相关议题。中国表示，双方有讲到台湾问题，美国这边是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甲台湾关系法。另外，日本可能会在这礼拜公布新版本的安保战略，内容会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12日伫中国河北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演说摆实伫1年的会谈成果，嘛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做准备。中国外交部是证实讲有讲到台湾的问题，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ith the PRC, we make very clear that we continue to uphold, to respect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elements that undergird it, as we continu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that are put forwar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也那双方是毋是有讲到近期美国对台军售？普莱斯伊无明确回应，敢若讲一中的政策，还有台湾的关系的立场。不二个有强调美国煞咧会和北京竞争，来保卫国际的秩序。也若讲日本这礼拜望会当来公布新版的保安战略，其中有讲清楚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要来应付台海的变局。日本已经在多个国际场域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首先对此表示肯定与感谢。有关日本政府近期预计公布安保防卫3文件，我方也正密切关注。日本政府把中国的动向甲定位做是进前毋捌看过上界大的战略挑战，这嘛是日本伫2013年制定保安战略以来头一遍来做修订，会煞咧来拟创冲绳的防卫集团来应付台湾有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方澳大桥伫2019年结桥断去，造成几多人死亡。经过2年5个月重建工程，总算完工啊！按算伫这礼拜要来通车。咱当看到讲，这座南方澳过港大桥已经重建完成，而且要加这花卉的意象做一个造型设计，会变做当地新地标。开9.57亿的经费重启的这个南方澳大桥，本地是9月18日通车，却因为时间过程灌浆有问题，历时工期延后，总算伫咧12月18日通车，对南方澳地区的民众生活利便性甲观光发展，拢有正面的帮助。CNN 的新闻讲，台湾的物件真好食，自然风景还有人真热情，这拢是优点。不过交通真歹，特别讲到这过车路就要特别注意。为着要改掉这个歹名声，交通部今日表示已经开始修法咯。这轿车若准无先让这过路人先行，会加重处罚，上济会当罚到6000。过路人行伫斑马线顶悬，暗过小货车硬为路人的面前来等发。CNN Travel 目前以专门报道台湾交通，表示危险道路是真有名，佮引用美国国务院的警告，对乘过车流当中的机车爱保持警觉，过车路爱细致。报道引起台湾真大网友的回响。民间团体呼吁交通部爱全面检讨来改善。交通载具是互补，而不是相互取代。行人他需要一个实体的步行的这个行人的步道，它不是用一个绿色的油漆涂一涂。民代指出，人口数是台湾6倍日本，去年1年交通死亡人数2636人，台湾是有将近3000人死亡。台湾今年1到11月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佫比去年提悬。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对交通事故，较侪五县市已经甲地方政府联手来拟定对策。针对道路无安全的部分，交通部已经咧修法，要提悬无让过路人的罚款金额。我们现在立法院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4条的修正就是不礼让行人的部分会有重罚。会从3600到6000。交通部表示，过去市区道路设计拢是以车为本，即马慢慢的改善，确实也有真侪所在做无好，会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
万项代志是讲科学证据的，在台湾各地头三不五时，拢有民众伫咧烦恼讲，伫电信基地台对身体会有败害，要求因着爱拆掉。拆掉了后，才发现讲伊手机的信号伤过歹，就配叫要求因爱倒倒转来。NCC 是头一届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流测，结果显示讲，台湾基地台电磁波上界大的速达偏国际安全标准佫较低，而且也低过咱厝内边所用的这个家电产品。手机摕起来就有5G 网络通使用，台湾5G 开台到今已经2年多，但是民众对于行动网络基地台也原有疑虑，三不五时就要求拆基地台的消息。NCC 委托云林科技大学测验专台，包括离岛计共34座4G、5G 的基地台，结果发现电磁波功率偏国际标准低真多。最高功率值呢是为国际标准值的0.0388%，换句话说，我们的量测的结果远低于国际标准的限制值。学者指出，民众厝内使用的电器，真济的电磁波拢比基地台佫较悬，相比评之下，手机的电磁波风险佫悬过基地台真济。NCC 表示，基地台起愈济，信号愈好，对降低手机的电磁波电导愈有帮助。手机跟基地台距离越近啊，它那个发射功率就会比较低啊，就不用那么费力去找啦。基地台密一点。每一个手机都可以很快找到那个它的就是我们附近的基地台，那它需要的那个放的那个电磁波就会少一点。NCC 表示，现主是5G 基地台大部分都甲4G 基地台去做伙，但是5G 信号半径只有4G 的一半左右。未来5G 会设置路顶、车红灯等公共设施，增加信号范围，估计也佫需要2万座左右。虽然电磁波低过标准，也无明确证据证明5G 基地台电磁波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不过学者嘛表示，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降低相关风险。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过去这20多年来，金门和中国厦门因为小三通生活范围变甲真接近，所以因为小三通话停，拢无中国人来金门观光，致使这观光产业受到影响。今年观光产值上报有减少64亿台票。在地乡亲拢希望讲，赶紧恢复小三通，或者观光好起来。你好，里面看看哦，我们有冰淇淋蛋卷哦。一边做高粱手工两卷，一边做生意。金门模范街的特色名山老店真不满，最近3年减少中国观光客来消费，业绩至少落5成，生意愈来愈歹做。他们都用微信、支付宝啊，有的都买10包啦，都买10几包都有啦，一条小路较大啦。较早20多年前，金门甲中国厦门因为小三通生意好，而且已经一天会当来回。自从2020年2月，小三通因为疫情话停，大陆观光客无人行脚到，金门的观光产业遭受严重打击。根据金门县政府统计，2001年小三通开航初期，全年旅客量敢若2万人，到2019年上好的时期，一年的入出境旅客升悬到200万人，大陆观光客就占4成，小三通会当讲是金门人经济命脉之一。酒来讲，应该算是我们用公升数来计算的话，应该400-500公升最多啦。大家就是拼了命的提因为坐船每个人都完全用人工的提的方式那个量真的很吓人。小三通在通的时候，我们有14间房间，那基本上都是周末，几乎都是周满，因为陆客就是他们基本就是周末都会过来采买东西，所以几乎都是满房的状况。疫情影响观光产业，那台湾本岛的业者叫苦连天。长期倚靠小三通观光的金门马祖这离岛地区影响上大。总共有交通部观光局的国民旅游进行方案，业者也认为无够吃喙大。这几年通通没有大陆客来，那就是表示说我这几年的相关的产业链，包含旅馆这些相关的产业，通通是零。通通是零的话呢，就表示我们金门的损失大概有60几亿了。金门在这2年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国内的旅游市场来讲的话，算是蛮异军突起的一个效果。那所以呢，金门旅游业好在还有不管是配合交通部观光局的这样子的振兴国旅，然后以及我们金门这边准备好的迎游客的这些活动等待这个小三通再度复航。
即马新冠疫情转好，世界各国边境陆续开放正常生活。咱国也伫10月13开放边境，毋过小三通却无同步开放。为咗金门乡亲拢毋望，金门小三通会当赶紧复航，中会较早关公迎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宁境有一个真出名的屋地景观，不过后兴公司说景伫遮要设一个事业废弃物坑大场。本地台南市政府有甲因撤销追捕计划，不过最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宣判台南市政府败诉。就算安尼生环保团体也讲，因会继续表达反对起坑大场。你岩伫台南宁境是挺特别的屋地地形，伫环保团体眼中是珍贵的美景。学者黄焕章当年反对后兴公司伫这个所在推测事业废弃物安排场开发，伊不满的指出，地调所已经证实这位当年欠关2公分。安排场基地超过6成是山邦甲地骨地质敏感区，中华民国政府竟然还阁继续予伊开发。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地质公园旁边有野蛮场的？小英总统去看了以后，他说要成立一个跨部会小组。我们看到的是跨不会，什么都不会。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邀请各单位出席公听会，查清楚后兴公司提出的水保加宽屏计划，是毋是包含体育会2.662公顷的土地？体育会证实有，若做要继续开发，都要变更相关计划，搁再上审。以后还是要变更，才能够申请开发，这样对不对？对，只要有跟环评报告书内容不一样的话，那欧兴公司就要来办理变更。会中确认后兴目前无得到设置许可，依法未使开发。款团呼吁，两家事业废弃物安排场内有2.662公顷的土地是体育会的，已经纳入地质公园。伫兴办事业计划废止了后，体育会未使同意开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甲这进口的蚵仔来竞争，嘉义县政府最近鼓励东石地区的蚵仔农加入食品罐头对查制度，搁再补助起5间深蚵仔的示范场所。伫内面呢，袂透风影影，也无这护身世界杯，蚵仔人也袂去剥到一个井水，希望会当提升在地蚵仔品质。蚵农甲官员做伙伫新起的空间破蚵仔。蚵农讲，伫遮唔免行护身世界杯，唔但好势，搁真卫生。不会说受到这个苍蝇这样来沾啦，然后也不会有这个风的灰尘啦。然后我们在剥的时候呢，就直接可以把它放到容器，不用再加底下预先加水，就完全不会碰到淡水。嘉义县是蚵仔的产区，为了要增加在地蚵仔产业的竞争力，嘉义县政府辅导53户蚵农启用溯源制度，主动公开生产的资讯，唔但增加消费者的认同，嘛甲进口的蚵仔来做区别。上面会有透过一个 QR code， 让大家都知道生产履历的过程，这样就不会知道确认这个是国产的科。我们希望东石这个品牌以后代表的就是它是安全的，它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来源，还有很重要的，它对环境的关注。除了溯源制度甲工作环境的改善，现场嘛有一寡企业专工来了解这个计划实行的状况。嘉义县农业处表示，面对国外进口的竞争，国内蚵仔的产业环境需要提升，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唔但互消费者认捌，嘛互国咧观望的蚵农增加信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台东有一间救生疗教养院，是全台东第一间专业性的心脏照护机构，专门照顾脑性麻痹的患者。院长林秀花表示，望这医生拢有追求幸福福利。救生教养院嘛得到今年5尊贤爱心奖的慈善服务奖。准备吃饭喽！入来客厅，几来个人坐伫桌仔边等食饭，嘛有人坐袂牢，起来行来行去。伊拢是脑性麻痹的患者，住伫台东的救生教养院，因共同的家庭。天主教救生教养院成立47档，已经特别70岁院长林秀花修女为成立迄时就伫遮服务。别人收的会收的，我们不收。我们要照顾的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孩子，
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照顾脑性麻痹的。即马住伫9千教养院的医生有44个，为13岁到40岁拢有，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相像。若是骹手较无方便呢，教养院的老师会替因抓铃、甲金巴放松，用假死帮助卖互因的骹手直直揪起来。若是骹手阁会用的叮当，教养院会互因无共款的课程甲任务。木工的这方面也是。就是那5、6个孩子，因为他们的手我们要看他们的功能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一些活动给他们这样子。教养院传医生耍图、种菜、搬落成，搁进一台机器，互因伫下暗食饭饱、头唱歌。除了室内娱乐，出去佚佗嘛是一定爱的。采访之工，因要去地上关山甲鹿野。虽然上落车对医生甲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来讲拢真辛苦，但是因为疫情已经真久无坐车出去啊，大家拢真欢喜。第一站来到花莲果园，大家互相斗相共，做伙做果子酱，各有医生就认真把做法记落来。因为我们这一班记忆台也只有种红果，希望下次可以自己做，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后一站来到地上，导览员带医生伫规片的餐园踅踅咧，医生坐伫车内底，大家拢笑甲对镜头伫热手。刷落来到鹿野饲鹿啊，伫各行行各好耍的体验当中，结束规工的旅行。今天一整天觉得怎么样？很好，很好玩，很好玩，很高兴，很开心，开心，开心100分！林秀华讲，任何人拢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医生嘛同款。伊将一生拢奉献予这的医生，希望教养院成做因永远的厝，打造一个予因会当感觉到幸福快乐的空间。当然，我还是在这边陪伴他们，到我不能再继续做这样子。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东报道。伫咧英国有一个去治疗 T 细胞白血病的少女，经过化疗、骨髓移植拢无效，落要接受英国伦敦一间病院的建议，大胆使用新的基因疗法。经过半年的时间了后，这治疗效果是真好。医生认为讲，这个病例会当予其他真歹治疗病症患者有新的希望。13岁艾丽莎伫2021年5月，被诊断得 T 细胞白血病。谢菲尔德甲莱斯特两地的 NHS 病院，予伊进行骨髓移植、化疗等即马所谓疗法。艾丽莎的病情犹原无较好，英国伦敦大澳门的这病院就建议试看卖新的革命性基因疗法——金基编辑细胞疗法。I'm very honoured, and it feels good to have helped other people as well. 金基编辑技术是2年前发明的。艾丽莎的治疗团队先为健康的治患者身上抽出 T 细胞，透过金基编辑设计一种新型的 T 细胞，予伊会当追踪佮杀死艾丽莎体内的癌性 T 细胞，佮袂影响其他的正常细胞。艾丽莎今年5月接受治疗，6个月时间过去，康复情况良好，体内已经侦测袂到癌细胞的存在。If you think about how a delivery driver has to reach a specific address in a specific street in a town in a country, these days they'll do that by plugging in a postcode into the sat nav. That's essentially what we're doing with the new tools that are emerging now. We're sending enzymes into cells to act at very precise postcodes. 大澳蒙德这病院艾丽莎的医疗团队当日招募10位 T 细胞白血病患者扩大进行临床实验，那一切顺利，未来会当运用伫对着其他真歹治好疾病患者的身上。公司新闻王培本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宜兰到新竹对14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